姐来看你啊，你惊？四平贵靠给小姐，树相公小姐，多谢小姐。树相公，迄天多望你相救，我就也袂向树相公道谢。路径不平，忠义相助，这是应该的。怎当得给小姐你感谢两字咧？春啊，去摕十两银来。我知影，我来摕哦。树相公，你可有出妻？春兰找你来，是为着要甲你讲一项代志。小姐请说，小生心意共听就是啊。你是
敢有事相讲？是相公啊？那袂用诶，我袂晓收这个钱。是咯，春兰已经有甲我讲过啊，你会结拜大兄破病，所以你才会出来行乞。这10两银，我是要送互你，互恁结拜大兄医病，我又毋是要送互你的啊。多谢小姐。小弟，你要创什么啊？哎呦，但你唔着看你的新闻，但你看，哎呀，歹到这歹地，连等，打个大声来创啊！去等。哎，小弟，你住伫倒位？你叫做什么名啊？这不爱巧啊！哎呦呀！哎呀！连个下高人免来你来。对。来。你要创什么啊？老秀球啊！哎呦，他们退休白，免哪会用一啦？叫你倒转。年岁伤济啦，等。老不休啊！看这。哎呀，黄三点就等到5休拜别去，有了才有坐桥按西街才来。什么5休才来？啊，哪会遐晚啦？什么晚？是咱来了伤早，不是伊伤晚来啦。拄离拜别，爹亲母亲。起来，你紧起来。三妹，但愿你会当选到一个如意的郎君。多谢大姐。三妹啊，你目睭就喺白虎金呢，你若就爱将迄个绣球抛往迄落因兜咧做大官，若无是田园几百家人，伊可能你就会记哩哦。大姐，你的想法对毋对啊？抛球选赛，哪会用个将家世甲财富来伫咧做条件呢？我这是为你好的呢，他嫁毋是我在嫁啊啦。既然如此，二者敬不必当的。好，我卖管就卖管，以后你就是我无要插啊。妹，好啊，无错啦，时间也无早，你赶紧去采楼啊。遵命。所以噻，在，我就由你陪伴宝川甲伊斗阵做去设计。是。抛绣球招亲，这对表弟来讲是一个真好的机会。伊也练过舞，身手自然比别人较灵活，一定会得到绣球。
小队，嘿，去食人无小本事，来遮创啥？走！我总是徛在这会用的袂？别多啰嗦。
请问，彩球是抛我四片鬼，是四片鬼究竟是一个什么款的人？家好，四边柜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气质无赖。顶摆还佫伫咧自焚时，捌喜人过3姨妹，也拍伤过2枪，而且听讲伊是并无入水之地，只好家遐去食大豆的，也捌伫咧中街伫人求乞。一个这款的人，别哪用个入来想互我做警察？哼！启禀少爷，四边柜求见。好，你去将伊带入来见。是。先生，在你暂时回票者。是。这就是相爷。四片鬼靠近甲附带哩。阿姐，我是叫我阿父，你暂时请徛一边。四片鬼，看你这个模样，参像是一个冤家伫咧甲人乞讨的花郎嘛。你也想着要来娶相府的千金，娶老夫的查某囝？小人本来唔敢妄想，只因红本上写得清清楚楚，不论富贵君命，得到彩球，就算你王家女婿啊。如今我得到小球，分明是天作良缘。相爷，你怎可口出此言呢？四片鬼，话虽然如此，但是老夫的孝女乃是金枝玉叶，不论如何，总是袂用来嫁予你的啊！相爷，令千金抛球选婿之事，乃是皇上下旨，文武百官皆知，你是一国的丞相。敢讲你要违反就圣旨，将令千金的婚事当作离去嘛？王后，会知。你到内中出56个白银来。是。四片鬼，56个白银不在少数，只要你若节制开用，可以花用半年呀。相爷，你将彩球留下，处处白银，离开相府去吧。老夫所讲的话，你有听到无？请你收起来，这个50两，你无收起来哪拍算？你规世人摕分，嘛分无遮多钱。
想呀，敢讲用千金的分数，只价值这个50两啊！